后来乡亲载起的地动，台中的进度嘛达到4级。有一个爸爸伫面册分享了一段保护囡仔影片。当时这个房间底摇海甲真厉害，这个爸爸是快速把囡仔为门床顶中抱起来。请记者子玉来报道。 好的，主播画面中能看到爸爸打着赤膊，跟2个年幼的儿女在床上睡觉。突然，10楼高的房间开始晃动，爸爸感觉到不对劲，先伸手抱住旁边穿黑色衣服的儿子，没想到摇晃变得越来越剧烈，救自己的小孩要紧。爸爸连裤子都没有穿好，马上翻身把2名儿女都抱在身上，让他们不要惊慌。 3个人坐在地上等摇晃结束，妈妈见状后也顶着摇晃跑来房间里面，跟他们3人围在一起。最镇定的就是最后走进来的狗狗，不慌不忙的跟了进来，淡定的看着一家人。 事情发生在今天上午，强大的花莲地震在台中震度也达到4级。当时10楼高的房内突然剧烈摇晃，爸爸瞬间肾上腺素飙升，展现保护儿女的精神。他把影片 PO 上网分享之后，吸引不少网友讨论，很多人都称赞爸爸的快速反应实在是太帅了。以上是目前为你掌握到的讯息，主播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